在地前继续来看大台南交通教育主题馆来举办着儿童交通安全营。这个小朋友打扮做小英雄来闯关，透过游戏培养囡仔正确的用路的观念。今年市府交通局搁一摆结合知名交通安全的网格领域，用主题馆内设施整合府城地标规划主题式的走馆体验，亲像人气网格场景，互囡仔乘做救援小英雄来进行走馆的游戏。飞机费的限制是有6个梯次那每个梯次有60个人，所以这总共是360个名额啦，内化成为他们的这个行为习惯的一部分。将来长大，我想。对于他们自己的安全以及对他人的安全，就有更多的帮助。大台南交通教育主题馆是全国唯一由地方政府主办、结合科技体验的交通教育主题场馆，趁暑假时来举办交通安全营，来加强囡仔的交通教育，让自细汉地当知影道路安全的观念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